喺2008年嘅時候，純粹獨立藝術家群發起咗一場名為藝術貨櫃計劃嘅活動。一群本地藝術家同運輸業界合作，推行咗一個歷時6年嘅藝術計劃。參與計劃嘅包括有一山人、余偉聯、何兆基、周俊輝等等38位香港藝術家。佢哋以自己嘅表達方式，配合美麗世界、美麗旅程展題，創作出多個各具特色嘅藝術貨櫃，並喺當時嘅西九文化區空地砌出何去2個字。經過6年嘅時間，呢批越洋過海嘅貨櫃又流落到邊度呢？佢哋就收集咗08年至14年間6年嘅資料，同埋當中舉辦過大大小小嘅活動記錄，以及參與計劃嘅核心藝術家成員喺今時今日創作嘅藝術作品，喺浸會大學傳理視藝大樓顧明坤展覽廳舉行。發起呢次展覽嘅3位藝術家就提到成個展覽計劃嘅意念。藝術貨櫃呢，只係一個大事，即係佢代表咗香港嘅藝術。然後呢，佢就係周遊列國，去做唔同嘅地方。咁展覽分2部分啦，一部分呢就係一個藝術展覽，另外一部分呢就係記錄文獻嘅。佢裏邊呢有除咗展示一啲好似我哋覺得好 boring 嘅嘢，其實裏邊有好多遊戲啊，好多即係好得意嘅，即係互動嘅一啲嘅俾觀眾可以參與嘅藝術貨櫃計劃呢，咁係第一個響西九搞嘅視覺藝術嘅活動嚟嘅。作為一個誕生之地呢，咁我哋都另一方面都想同西九呢個地點有一個緊扣啦。咁響另一 part 嗰度呢，都會睇到由06年藝術貨櫃到14年究竟做過啲乜嘢。咁由06年西九到而家，究竟佢哋個發展又係點樣呢？我哋都做咗一個對比咯。喺個策展嗰個時候呢，我哋都諗緊係有2類嘅觀眾嘅。第一類就係以前參與過呢件事。2008年佢哋個展覽之後，咁其實啲貨櫃係仲去緊活動緊㗎嘛。咁可能佢哋對於呢啲2008年打後嘅資料可能冇咁清晰，或者甚至乎係唔知嘅。咁其實佢可以喺呢一度睇到。咁另外呢，就係一啲從未參與過呢個計劃嘅人，由頭去到2014年，究竟呢個成個過程咁個發展係點樣呢？個進程係點呢？一啲冇參與過呢個計劃嘅人，今次嚟呢個展覽呢，都會睇到嘅。成個活動呢，其實都係一個好藝術家自主嘅一個活動嚟嘅。到我去處理即係藝術展覽嘅部分嘅時候，咁我會俾翻一啲即係所謂藝術家自主嘅聲音俾佢哋發聲嘅。咁但係呢個計劃嘅，我覺得佢特別之處呢，係會即係佢個形式唔係一般我哋理解嘅社區藝術，而係佢將藝術去一啲應用嘅層面，同埋佢好廣泛係會吸納緊一啲我哋日常用緊嘅一啲嘅技術啊，去翻去做一啲藝術嘅創作度㗎。其實最終個目的呢，其實都係講緊話藝術同埋社區，甚至藝術家其實都係即係成個社區嘅一份子嚟嘅。而同樣喺08年參與幕後工作嘅黎慧儀，亦分享咗佢當時嘅情況同感受。其實好多公司都係好好咁樣俾咗好多物資俾我哋啦。我哋連呢 artist 咧畫畫喺現場，咁你知貨櫃都8尺高，咁我哋通常都5、6尺嘅啫，咁都要有一個好似有個箱咁俾佢哋搭腳。咁我哋又冇辦法買咗咁多梯，咁就揾啲卡板公司。咁佢哋好好喎，佢哋又好多我幫你揼啲木箱啦咁樣。其實佢唔係咩大公司，佢只係一啲中小型企業。其實佢真係聽到我哋呢個 project 好似幾特別，咁佢又唔介意去。之前冇香港嘅藝術團體做一個咁樣形式嘅，咁所以其實佢哋都要用好多時間去了解我哋呢件事究竟係乜嘢目的啊咁樣啦。咁所以最後我哋揾咗嗰間公司咧係好好啦，佢都好支持我哋。咁除咗幫我哋去將啲貨櫃載翻貨送出去唔同嘅地方之外，佢仲即係我哋要同佢聯繫，要將個資料一路咁樣 update 喺個網站嗰度。咁其實呢個就形成咗我哋貨櫃嗰個藝術貨櫃計劃嘅第2部分。最感動係覺得原來我哋都做到嘅喎，即係我哋係好似好細嘅一個藝術團體，原來我哋都得嘅喎，即係呢樣嘢係唔止淨係我自己，即係我覺得我哋咁少嘅力量加埋，原來
都可以發到好大，可以去到好遠。咁我覺得呢樣係俾到一個好大嘅動力。點解今次仲可以搞一個對我嚟講好似好多年冇做一個起碼有兩層咁大嘅 show 啦。即係我覺得都係嗰陣時培養到一個精神就係其實只要我哋肯去試，其實都真係得㗎喎。咁同埋香港嘅藝術，即係睇翻到由最初計劃去到真係畫到畫出海嘅時候，即係睇其實香港嘅藝術品本身都好有代表性，好好嘅喎。咁只不過可能嗰個當時嘅平台冇一個咁嘅空間，嗰陣時未有 Art Basel 啦，未有啲咩 Art Fair 啦，咁真係要靠自己嘅力量行出去呢，其實真係唔容易。咁我覺得我哋可能都造就到一啲機會俾唔同嘅藝術家喺一個咁樣咁特別嘅平台嗰度去即係展示到自己嘅作品。咁對我嚟講，呢個力量係好大咯。